幫助平衡情緒嘅晶石到底有咩選擇呢？如果想揾一啲幫助平衡情緒嘅晶石咧，大家可以揀一啲淺藍至綠色嘅晶石。如果中意原石擺件嘅話咧，大家可以選擇天青石。天青石可以幫助放鬆我哋嘅壓力啦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幫助睡眠同埋入夢嘅。或者大家可以考慮呢種帶藍綠色嘅鳳凰石或者二極礦。鳳凰石又叫做直孔雀石，佢可以幫助我哋舒緩一種極度緊張甚至係帶點驚慌嘅壓力。至於拉尼瑪海紋石咧，就被譽為係三大治療石之一，佢帶有一個非常好嘅心靈治療嘅功效，而且咧佢俾人嘅感覺咧係好溫和、好溫柔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寶石嘅話咧，就可以考慮海藍寶啦。海藍寶喺古時已經有一個非常長嘅歷史，係俾一啲航海者咧用嚟平靜海洋、出航嘅時候愛嚟保平安嘅一個幸運石嚟嘅。另外就係近期喺首飾界都幾受歡迎嘅綠松石啦。綠松石除咗可以幫助我哋平衡情緒之餘咧，同埋協助我哋揾到人生要繼續行嘅方向。不過提提大家想揾一啲放鬆情緒、舒緩壓力嘅藍綠色晶石咧，最好就揾一啲比較淺藍色嘅晶石。至於好似藍銅礦啊、藍晶石啊呢一種帶 indigo 咁樣嘅藍色咧，其實佢係對應我哋嘅眉心輪，幫助強化我哋嘅思維啦、創意啦、直覺啦。咁所以舒緩壓力方面咧，就可以考慮我頭先推介嘅幾種淺藍色嘅水晶啦。